我是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有人甲周刊压料，讲这位新北市新店大病里的里长乔天鼎，常常带团到中国来占酒家，嘛会组团到越南花天酒地，卡袂着都开几10万。但是这个里长一个月事务费才5万块，到底这个钱是为倒位来的？乔天鼎讲，伊怀疑是因为感情的纠纷去互报复，针对遐不实的指控。 伊要告。我以前在澳门做生意嘛，我那时候大概在16年的时候，我乌金目镜，生做斯文，上央视看台海的节目，伊就是新北市新店区大平里长乔天鼎。什么都电子化，都是很方便的。学了中国办驾照真方便。去年乔天鼎嘛捌带领台湾的企业家去中国参加港澳台青年企业家峰会。 带查某囝坐安溪轻铁，好八百欣赏，互人印象真深。乔天鼎2020年以1287票当选里长。根据了解，只是接老百会，数人向周刊压料，乔天鼎若定去兑换交流，可会伫咧当地占酒店找小姐，里面对伊的看法有好冇歹。 我觉得他很好，他蛮照顾李明的。他爸爸更厉害啊，带头做哦，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啊，就算是社区的事也是做得虎头蛇尾，不常看到。乔天鼎嘛，互人压料，真侪摆组团去越南花天酒地，叫这个里长逐个月的事务费用差不多5万。虽然乔天鼎名下有伫咧经营食品公司，伫咧卖水果，不过常常出国占酒店开几10万的开销，真是为倒位来的。乔天鼎是回应，应该是感情纠纷，人才要改变。新闻报道不实的部分，那我跟律师这边研拟看看怎样提高，我们再回复。民选公职人员从事两岸交流，应该遵守相关法规，不能逾越法定行为，且行为需自律。 民政局讲，公职人员行为爱暂责，乔天鼎若不法，会配合司法单位依法处理。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